Hello，大家好，又係我 Alfred 用貼地理性角度同大家講愛情啦。女仔喺揾對象嗰陣，當然一定想揾個知情識趣、話頭醒尾，最緊要係識得氹自己嘅男仔啦。不過現實就係，好多時我哋都會遇到，甚至已經係沉咗船嗰個，都係一個直不甩嘅直男。同佢哋相處嗰陣，總係要踢一腳先喐一喐，想佢哋明白女仔嘅心事，又或者自己醒水識得冧下你，永遠就好似擠牙膏咁，擠到手痛先得個滴啄。然後當你見到其他男仔好細心咁照顧自己女朋友嗰陣，大家都不禁會問一句：喂，絲打，可唔可以交換啊？但係大家可能都冇諗過，每一個好了解女性嘅男人，其實佢哋都曾經係直男嚟㗎。所以就算呢刻自己身邊嘅對象係一個直男都好啦，佢都可能會有一日升級成為一個體貼嘅對象㗎。咁今日呢條片啦，我就會同大家分析下喺男人嘅成長過程入邊，直男點解係佢哋嘅必經階段呢？而當佢哋升級脫離呢個階段之後，對於女性嚟講，又係咪絕對嘅好事呢？嗱，點解我會話所有男人嘅起步點其實都係直男呢？因為無論大家對佢哋有幾多投訴都好啦，其實最核心嘅指控就係佢哋唔識得點同女性好好咁相處啫。說穿了啦，直男其實就係一班極之缺乏兩性相處同埋戀愛知識嘅男人。但係換個角度講啊，其實唔識又似乎係正常嘅喎，因為所有人啊都唔會一生出嚟就乜都識噶嘛，點都要經過一個學習嘅過程，先至可以掌握到某啲技巧。嗱，咁問題就嚟啦。作為一個男人，喺我印象中呢，又真係冇咩人正正式式咁教過我咩係愛情嘅喎。因為由幼稚園到大學，都好似冇一科叫做戀愛嘅必修科。如果係咁嘅，咁我哋到底學咗啲咩呢？嗱，如果大家細心諗下嘅，其實無論男同女，當我哋進入咗呢個主流嘅教育巨輪之後，無論係讀咩科都好啦，其實講到尾就係教緊我哋一樣嘢：生存技巧。因為作為一個人啦，我哋最底層嘅需要就係要維持我哋嘅生活，所以即使愛情有幾重要都好啦，都冇辦法唔將佢排喺後一級嘅位置。尤其喺男人角色，都係會被要求要成為家庭入邊嘅經濟支柱、養妻活兒。所以喺掌握到點樣去揾錢、點過到一個合理生活嘅知識之前，相比之下忽略咗愛情技巧，似乎都係大部分男人身上會出現嘅現象啦。而大家都明啦，生存技巧基本就係全理性去運作，相反愛情呢就需要好多對於情感嘅理解。如果係咁嘅，我哋都可以想象到點解直男就係所有男人嘅起點啦。嗱，如果大家仲係有啲一頭霧水嘅，咁不如我哋試下喺一啲女仔覺得直男最難搞嘅特徵上邊入手，睇下揾唔揾到任何線索啊！首先第一樣對直男嘅經典指控就係佢哋講嘢係完全冇修飾，真係當咗自己上緊網咁，有嗰句講嗰句。就好似啦，如果你覺得自己近排肥咗，然後走去問佢係咪都覺得你肥咗，諗住佢會講幾句好聽嘅説話安慰下你嗰陣，佢就會好直接咁答你，好似真係肥咗少少喎，仲問埋你近排係咪食多咗麥麥餸添。嗱，雖然呢個答案係隨時會導致命案發生啦，不過喺入邊啦，我哋就會見到直男嘅全理性思維模式。首先頭半句就係直接確認到佢見到嘅事實，當揾到問題之後，就順勢推論埋背後嘅成因。而呢個呢，就係典型嘅處理問題流程。如果你再同佢傾落去嘅，佢好可能就會俾埋個解決方案你㗎啦。而除咗鬼拍後尾枕式嘅坦白之外，直男另一個主要嘅問題就係大家喺相處嗰陣，佢哋對女方身上各方面嘅微細變化，又或者偶爾想傳達嘅含蓄信息，敏感度都係近乎零。就好似直男嘅 sensor，基本只係分到女仔着裙定着褲，同埋唔同色系嘅衫，仲有就係性感定係密實之外，其餘嘅就一概分唔到。即係如果你有兩條一樣顏色、風格都係比較斯文嘅連身裙嘅話，佢9成9就會認為係同一條。然後除非你畫公仔畫出腸啦，如果唔係佢永遠都唔會知道你同佢講你唔開心嗰陣，其實係想佢氹下你笑，而唔係要佢喺 IG 出 post 唱衰你老細。而呢類反應嘅背後邏輯就係反映緊男人眼中當同女人約會嗰陣對唔同事情嘅重要性排序啦。而對直男嚟講，最重要嘅就係約會前嘅準備啦，例如係去邊度玩同埋食啲咩咁，然後就會諗到約會嘅流程係咪順利進行，好似係幾點出發，然後尾班車會幾點開，跟住最後先稍為會諗到大家真正相處嗰陣嘅溝通同交流。而佢哋睇成件事嘅角度就好似自己跟緊一個 project 咁。
咁所以對於個女仔打扮嘅細節位同埋一啲比較深層嘅情感需要啦，用直男嘅理性雷達，當然就係完全偵測唔到啦。不過如果男人經過努力增加咗自己對戀愛關係嘅認識之後，相信就可以順利由直男階段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啦。至於經過蛻變之後嘅佢會成為一個點樣嘅男人呢？咁就好視乎唔同人嘅性格、本身嘅條件去選擇點樣發展同經營佢哋嘅感情生活啦。就好似有啲人會選擇成為一個暖男，因為作為一個照顧者角色，佢會喺呢個身份入邊揾到存在感，同時亦都享受喺關係入邊付出。不過要成為一個暖男，亦都唔係你想做就可以做到㗎，而係要具備細心，可以洞悉到個女仔實際需要嘅能力。無論係身體嘅內外狀態，仲有更重要係情緒嘅微細變化，呢一啲啦，都係當佢喺直男時期完全揾唔到嘅技巧嚟㗎。但係相反，有啲人就會選擇成魔，做一個渣男。無論係因為佢可以喺追唔同女仔嘅過程入邊揾到佢人生嘅意義，又或者只係純粹享受嗰種操控女性嘅感覺，加埋仲可以不斷滿足佢生理上嘅慾望都好啦，佢都一樣要好純熟掌握所有嘅把妹技巧，亦即係同樣要好識得點樣同女性相處，點樣可以準確咁討好對方，以至係利用男女之間嘅調情手段。所以喺呢方面啦，一個成功嘅暖男同渣男，佢哋嘅愛情 database 同埋識得運用嘅 apps，其實都係差唔多㗎咋。所以總括嚟講，男人喺升呢前嘅直男狀態，就好似我哋讀緊小學、中學咁，大家同樣係讀緊一啲好基礎嘅學術知識，然後去到大學階段，先真正就住自己嘅興趣去揀唔同科目。但係無論男人選擇建立一個點樣嘅感情生活都好啦，一啲最基本對兩性相處嘅認識都係不可或缺。所以如果呢一刻你正係同緊一個直男發展緊嘅，大家都可以俾啲耐性。如果佢肯努力嘅，慢慢就會離開呢一個半成熟嘅狀態。但由於每個人嘅性格同天分都有唔同，離開直男階段嘅時間都可以爭好遠。所以建議大家都可以主動去引導、鼓勵對方，應該就可以快啲通過呢個過程㗎啦。嗱，聽到呢度，唔知你喺心入邊會唔會有某種嘅拉鋸感覺啦？因為雖然同直男相處係預咗會有好多令人爆血管嘅情況出現，對方亦都唔會成日俾到愛情入邊冧滋滋嘅感覺你，但係相比起一個好叻揣摩女性心理嘅對象，直男就會更容易被你掌握。而正正因為冇乜戀愛方面嘅技巧，佢哋嘅行為亦都基本喺你嘅預測範圍之內。咁就係代表住同直男拍拖嘅風險相對會比較細一啲，不過同時亦都唔會有太大驚喜。至於點樣選擇，就留翻俾大家慢慢思考，再去決定啦。咁今日嘅分享啦就差唔多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呢，請你都幫手喺下面撳個 like 同 share， 又或者你有任何睇法嘅，都歡迎你多啲留言支持下。我會繼續用理性同貼地角度去同大家分析唔同嘅愛情現象。如果你想聽到啲我關於唔同話題嘅分享呢，就即刻訂閱同撳一撳個鐘仔，仲有記得多啲 CLS 啦。下次見，拜拜。我係 Alfred， 我係一個生命教練，同時亦都係一個催眠治療師。我嘅目標呢，就係幫助大家喺認識自己嘅過程裏邊呢，可以揾到一個真正屬於你嘅一個快樂嘅美麗嘅人生。